竟然喺中環可以揾到人均350蚊就食到嘅法國藍帶廚師煮你嘅法國菜。First course 就有澳洲和牛塔塔、昆布鯛魚沙律配檸檬醬，鯛魚就布滿咗香草，沙律混合咗檸檬汁，超級開胃。藍青口扁意粉，簡簡單單嘅調味已經好好食，仲要隻隻都好飽滿。講到招牌菜，一定要提生黃雞、釀野菌卷、紅館薑母鴨。我自己比較中意生黃雞釀野菌卷，用咗忌廉蘑菇釀入雞卷之中，超級有心思。我做人就貪心少少，士多啤梨、拿破崙、鮮果芝士撻，我全部都要。食完甜品仲可以揀 coffee or tea， 夜媽媽費事瞓唔着，我就揀咗 Earl Grey 啦。呢間餐廳絕對可以袋住先，無論同情人定閨蜜過嚟都係一個好選擇。